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曼珍，欢迎收看《南方特搜报》。台湾电芯组制作大厂长力科技在日前举办储能柜上市发表会，工研院、财化所技术党等多位贵宾出席，共同见证新一代科技的发展。响应政府近零碳排，在绿能越来越重视的状况，如何稳定供电，储能设备也越来越被重视。专门制作磷酸锂铁电芯的长力科技，特别结合西门子与威力工业，推出长力储能柜系统。日前特别举行上市发表。2、1，请启动，按下我们的魔球 ，ESG 储能有趣智慧配电，长力储能柜，预祝我们的电芯长龙大发利市。长力储能柜系统除了配有长力科技专业生产的磷酸锂铁电芯组外，另外结合西门子储能功率调节系统与威力工业能源管理系统，确实达到削峰填谷电力调节，确保用电无虞。我今天装了个储能柜之后，我这个需量就能够做管控。那这个空间的部分，我就可以透过易电这个平台，然后去支援台电的用电。好，我想今天主要展示就是区块。为什么要展示这个区块？就是一旦你企业做了降载，就是目前符合 ESG。啊，现在 ESG 大家说到底要怎么做啊？可能是种树啦、铺太阳能等等。那我们觉得你只要装一个储能柜，你可以确保本身自己的用电没有问题，好，而且可以去做企业的 ESG。我想 ESG 是一个世界的趋势，也是个潮流。那我们希望透过一个很简单的模式，不但说你的用电可以确保无虞，而且去做 ESG， 可以做企业的降载，可以削峰填谷，甚至可以支援台电的电力。我想这是我们今天这个记者会要跟各位表达最大的目的。目前长力科技推出家用、商用，甚至工业用的储能柜都有。例如这台20尺的货柜就是复合式，将电池与电力控制器结合，电力有1 MW， 最大有1.8 MW。我们长力目前设置的标准的20尺货柜有分2种，那一种是复合式的，所谓的复合式呢，就是电池加上电力控制器 PCS， 然后浓缩在一个货柜里面。那目前的配比呢，我们可以做到1 MW 时配一台1.2 MW 的 PCS， 然后可以放在一个20尺柜。那如果单纯电池柜的话，我们目前20尺货柜可以装到最大的容量是1.8 MW 时。那目前我们有这2种标准的模式。长力科技在电池模组1年产值大约有100 MW， 预计今年第3季完成半自动化生产线，产能提高 2.5 倍，达到250 MW。记者林根台南报道。茗雅区一间特色民宿，将户外的帐篷和小木屋搬进屋内，并结合木头原始感和绿意设计，希望让客人在屋顶下也能够享受大自然的气氛。城市发展观光旅游必不可少的就是民宿。高雄苓雅区这间民宿相当具有特色，老板在房间里放进一座座可爱的小帐篷和小木屋，同时注重环保以及客人的隐私，力求让入住的客人感受到家的舒适和安全感。那时候我们想到用帐篷的方式，我把它包起来，或者是迷你木屋这种比较轻的一种隔间的材质，那它的这种空间压迫感就不会那么的重。那再加上我们在空间里面把睡觉的这个床呢，去用帐篷去把它隔起来，它的整个容积就相对会更小，那空调的效果又会更好。所以其实在房间里面最耗电的就是空调，我只要把空调也针对这个床来做供应，其他的部分呢，我们就可以节省掉很多的这个电费。老板希望让客人即便在屋顶下也能感受到大自然的氛围，秉持着这样的概念，在房内增设了许多不一样的设计，从绿植景观台到仿造岩洞的浴室，处处都能看见用心。
其实我们的一些装潢的元素，也都希望能够用最原始的那一面，我们不需要太多的包装。就好比像一般的旅馆，他们就会很重视这种比较华丽的游泳池啊、健身房之类的，但是这种东西在我们这边是找不到的。我们会比较强调在消费者实际使用上的一个需求方面。我们这一个楼层啊，就是我们的一个套房，那它是森林系1房1厅。那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啊，就是有设计了，像这样的一个观景台，那它是可以上去的，就是你可以在上面喝个茶，然后或是看书也可以，就是一个小乐趣。浴室它是用岩洞的方式去呈现的，那我们就是要让客人觉得说，你就是像在森林浴的感觉。我们把这间房就是有融入 AI 智慧那一块，从进来我们就是希望让客人可以不需要带钥匙，然后可能透过密码就可以进入。那到了主卧的话，它可以有小爱同学可以帮你开灯、关灯，跟你做一些生活上很乐趣的对话。对，那这一间房间还有一个大露台，其实你看得到户外的感觉，那种心情是非常愉悦的。一座座的室内帐篷和小木屋也是这里不可错过的特色房型。小小一个睡眠空间，温馨又可爱，是家人朋友出游的好选择。我们这一间是分享房，那里面呢就总共有3间小木屋。那我们一间小木屋可以住2个人。那小木屋里面呢都还是有空调、阅读灯，还有 USB 的插座。那有行李的话呢，我们在里面有规划一个可以放行李的地方，然后因为它是木头的，所以在里面的隔光性是很好的。有时候小孩子想体验，爸爸带着一个小朋友，妈妈带着一个小朋友，然后各自住一间的，或是情侣的也有。那甚至像出差客也会选择这一种房型。即便它在城市里面，那我们还是希望塑造一个比较大自然的氛围。但是大自然里面，它又可以享受到现代人不可或缺的一些那个电子商品。对。高雄一年四季都有许多观光客，老板更提供旅游地图，帮助游客更快融入高雄，而不是走马看花的浅层旅游。我们是希望说他来高雄玩，是跟在地人有融合在一起的，而不是像一般的旅馆去就是冷冰冰的，住了半 check in， 然后住完之后没有任何的感觉，或者是他在当地也不熟，然后他就去外面摸索，走了3圈回来，发现到这里到底在玩什么，他都不知道。这是我们希望带给住客最大的一个感觉。这个小空间可以给人非常大的一个安全感，对，所以他们给我们的反应就是刚开始来。没有那种感觉，来了以后走不开了。秉持着人情味，在这座繁忙的都市丛林里，老板打造出一间真正让人感受到家的氛围的民宿旅店，同时也配合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导入智能化系统，拒绝冰冷又单调的房间，营造出最舒适自在的环境，期望让来留宿的旅人都能宾至如归。记者蔡宜文、萧逸轩高雄采访报道。台南远东香格里拉大饭店3月15日至31日期间推出1食味旅飨宴，由饭店一级行政主厨欧玛亲自下厨，最推荐新鲜现做意大利面，您绝对不能错过。接到点菜后，才开始压面团、切面条，为的就是希望让消费者品尝到最正宗的意大利面。不止这些坚持，就连橄榄油跟酱汁，全部都是从意大利空运来台。会如此的搞刚，也是因为意大利主厨欧玛的要求。The main difference between eat Italian food here and eat in Italy is the quality of the product. Because over there we have like the tomato is very different. All the product from Italy is different from here. Also like here is from Italy but it's not 100% from Italy, so the quality is quite different. That's why, like also extra virgin olive oil, because we cook only with the extra virgin olive oil. Eggplant, everything is quite different. The noodle, I make a traditional noodle that my grandma make.
is the flour 00 flour, typical for the bread, and then I put some semolina flour. Semolina is the flour is big, it's not very fine, and then the yolk egg. This is a traditional by hand. I like to make it by hand and not with a machine because the texture is different. If you make it with a machine, it becomes too smooth. But if you make it by hand, the texture you can feel one piece is hard and one piece is soft, so the texture is different. 饭店业者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月底，展开为期2周的一食味旅飨宴。消费者现在来到远东 Cafe 自助餐厅，除了能吃到各式美味的餐点以外，更能品尝到最正宗的意大利料理。从3月15号一直到3月31号，快闪意大利美食节一食味旅的这一个美食节活动，由我们的意大利籍的行政主厨欧玛带来原汁原味的家乡菜哦。那其中大家绝对不能够错过，就是新鲜现做的意大利面区，吃起来的口感，因为是全程手工现做，从面粉擀面手到的粒劲整个吃起来的那个风味，绝对有别于一般我们坊间所吃到的意大利面食。那这个部分消费者在这段期间千万不要错过。除此之外呢，我们欧玛主厨也带来意大利非常经典的料理，例如说必吃的正宗的意大利披萨、意大利饺，然后意大利地中海的料理，还有非常多样化的轻食，还有甜点，以及非常有特色的饮品。欢迎大家在这段期间为期只有15天的意大利美食节的活动，千万不要错过，到远东咖啡厅来作为品尝。一级主厨欧玛有20多年的餐饮经验，过去曾在世界各国知名饭店以及米其林餐厅服务，有着丰富的历练。这次为期2周的一食味旅飨宴，想吃正宗意大利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师甲附近的一间中药铺街上，有一间有56年历史国术馆改造的青草茶店。老板不仅改良了祖传的青草茶，还推出古早味杂菜汤，传统配方融入创意，让老店再次重生。在高雄师甲有一条中药行街，一间由国术馆改造而成的青草茶店就隐身其中。老板是国术馆创办者的孙女，传承了阿公历经3代的经验，他决心再次擦亮这块已经56年的招牌。阿公其实想要开设回春也是因缘际会，对，然后他是有因为缘分，然后来到师甲这个地方，他觉得跟师甲很投缘，所以阿公就是花了一点时间把全家带过来师甲这边，然后也认识了我们应该要称他为祖师爷的一位先生，那他的先生就是阿公的草药的老师。青草茶是爸爸退休后想要做的一些小生意，对，那只是我回到台湾之后呢，我才知道说，原来爸爸有阿公留下来的配方，那我就跟爸爸讨论说，那我们要不要一起合作？你教我怎么认识青草，怎么去煮青草茶，那我把阿公的店，把这间回春去做一个改造，然后我们一起合作，就是卖阿公的青草茶。像我现在在用的这个回春青草茶，其实它是我们的招牌。那它里面的话可以喝到一点淡淡的薄荷的香气，那它用10几种药材去熬出来，所以喝起来是蛮有层次感的。草药的挑选也是一门大学问，老板向爸爸学习选料，视觉、味道、触感，通通都是美角。为了配合现代人的口味，在进行味觉上的改良，为的就是一杯高品质的青草茶。到我这边要卖成青草茶，我有稍微跟爸爸把它做一个改良，因为原本的配方可能会非常的苦，或者是草本味很重。对，那我们就是稍微去增加它的配方，或是减少某些苦的配方。我觉得阿公的配方是非常有层次感，对，那每一种层次感都非常的均衡，对，所以就是比较偏古早味、传统风味的青草茶。店内除了茶类饮品，另外还有一项杂菜汤，同样也是人气商品，是老板花了许多时间才追寻到的记忆中童年的味道。其实对杂菜汤这3个字，我从小一直听到大，就是听到爸爸妈妈说，他们那个年代可能不富裕，然后回春以前，就是阿公还在创业初期的时候，可能生意也没有那么好，
所以阿嬷都会去菜市场啊，就是捡一些别人不需要的水果啊、蔬菜拿回来煮成一锅汤。然后爸爸就可能跟我讲说，那锅汤会让他想起整个家里一起吃饭的样子，想到阿嬷这个角色。对，那因为阿嬷也教过我一次，然后我觉得很好吃。可是因为之后没有机会再学，所以我才四处去吃杂菜汤，去拼拼凑凑那个记忆，然后想把就是阿嬷的这个味道再跟大家分享。对于家人这块很感谢他们，因为我觉得家人都是非常支持的。然后加上我们回春是一个大家族，那我觉得整个家族的人也都很开心、很期待，因为毕竟阿公阿嬷也不在了，让我觉得蛮感动的，就是让整个家族的向心力又起来，所以他们也会跟我分享说草药的一些知识，所以我觉得除了我的家人到包含我整个家族都是就是帮助我的。经过了这50多年来，然后我又再一次出来改造，然后擦亮了回春的招牌，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坚持的就是传承跟传统。那我也希望说到我的手上，就是它当然也不能再去做任何的更改，因为它的每一个你少了一个，它的每一个层次就会改变。我有再去就是把青草茶跟咖啡做结合，对，我去做了一个中式加西式的方式。那以不动青草茶的配方又再去翻转跟创新，那希望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可以让年轻人去了解。可能像有些人对青草茶会觉得说好苦哦，它就是药。可是我想用这种方式去让更多年轻人了解说，其实青草茶是很好玩的，很有层次感，也很健康。老板决心接手国术馆时，连卖草药的人都劝阻，但老客人的回馈和对于传统的坚持，让老板决意延续阿公的方式，再增添自己的创意研发。原先慢慢尘封的国术馆，也正在以更多不同的韵味继续飘香。记者李凡飞、萧怡轩高雄采访报道。在七股龙山里出现一道创意料理——七股珠宝盒。将臭豆腐切开，里面铺上满满的泡菜和新鲜蚵仔，绝妙的滋味让不少游客都慕名来尝鲜。巨无霸臭豆腐在油锅里炸得金黄酥脆，再把豆腐切开，铺上自己制作的泡菜和韩国海苔，以及一颗颗新鲜的蚵仔，最后淋上特制的酱汁。这是蚵仔的创意料理七股珠宝盒。李长本身是养科达人哈，伊又家己安尼想讲，伊遐济蚵仔要安怎来推动哈？当然因研发讲，用这个臭豆腐哈。来做这个料理互大家会当来品尝食了反应阁袂歹所以呢，真这个蚵仔呢，这我会送甲你强调，就是阮七股，阮李长道地伫这七股四府咧生产的。这道料理就在七股龙山社区内，社区是以养殖蚵仔为主，加上渔会希望能够研发特色小吃，所以龙山里里长夫妻就发挥创意，研发出这道料理。为了提升那个国人或者是附近的游客能到七股龙山来做旅游，除了搭乘渔船到西湖玩之外，那我们渔会也要找出特色小吃来协助渔民来提升生计哦。那我们这一次也是找了那个我们当地龙山里的里长，因为他本身是养科达人哦，然后我们借由他的养科的成品呢，就是蚵仔来做一个特色的料理。龙山社区一直以来都在推动农村再生，希望能将传统渔村转型。七股珠宝盒推出之后就造成轰动，吸引不少人潮，为这里带来新的商机。记者杨双怀台南报道。高雄市旧市议会公办都更案，有一家寿险公司获得最优申请人资格。修复后的旧市议会将设立民主议事馆，策划议政文史展览，详细规划带您来了解。高雄县市合并之后，市议会就迁到凤山新址，到现在已经12年了。由于旧市议会见证高雄地方自治史和战后民主发展历程的重要场域，因此采取新旧共荣的概念，以公办都更的方式进行修复和改造，评选实施者。位在高雄中正路的高雄市旧市议会，其实是见证高雄民主还有议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地标。
在12年前他迁往了凤山的新址以后，这地方就是成为一个发展的重心。所以说，在于市府的一个努力之下的话，办理了公办都更。在新旧共融的概念之下，这一家寿险公司计划将旧市议会后方的高峰大楼改建为金融新创大楼，呼应中正路过去素有金融银行产业大道的美名，希望能够发挥产业群聚的特性，提供新创空间、共享办公、商业服务等多元机能，提供民众一个新的公共场域。台湾人寿获得最佳申请人资格以后，它会针对于旧市议会后方的高峰大楼去打造成一个全新的金融中心。这个地方也是变成一个文化局打造文化都更的一个指标性的案例，因为包括了我们后方的高峰大楼会由台湾人寿打造成一个5G 的 AIoT 的金融中心。对啊，这边银行都是大银行哎，对啊，我们台银总行在这，那个高雄分行在这里，这里是原来的河库，那什么农营的本行也在这里啊。而封闭的议事厅空间将由文化局改造为公民广场，借由空间解放落实代议政治蕴含的民主自由精神，整合成为民主议事馆，与周边历史博物馆和劳工博物馆形成城市重要文史廊带。然后在前方的话，会由我们文化局来打造成一个民主议事的议事馆，然后规划相关的展示功能，并开放给民众使用。那未来的话，在旧市议会的话，它功能性其实已经不只是议事殿堂了，会变成一个公民的议政的广场。然后所以说，它为未来的民众的使用的话，会更加亲近，可以比较繁华，不会造成脏乱。这项高雄首创的文化都更案，预计今年第2季完成签约，将成为一处艺文和商业共融的崭新地标。记者黄冠维、赖昌邦高雄报道。迎接台南400年，你知道台南各历史时代当时的建筑和居民的生活方式吗？目前在台南文创园区就有一场将建筑模型加上5G 混合实际，相当特别。包括热燃遮堡、公厕所、接官亭等6个模型，除了依照原本建筑比例呈现精美的艺术创作品，南台科技大学多媒体学系执行文化部的创作人才培训计划，更进一步混合5G MR 技术，经过历史考证，将各时代的街道、人事物等等呈现出来。展览当中，透过平板电脑看到的，仿佛活的艺术品一般，重现台南历史场景。我们把5G 的5G 这样的一个技术跟所谓的 MR 混合实境结合，所以我们除了去重建像这个日治时期合同厅这样的建筑物之外，然后让参观民众透过平板，然后可以透过平板的画面去呈现当时在这个整个合同厅当时的居民的庶民的生活的状况。迎接2024台南400年，也是台湾历史文化的重要里程碑。透过科技艺术的展览，像有生命力般来描写台湾的故事。刚好府城要400年，然后我们也想说，透过这样一个活动，可以让更多的民众来了解这个属于我们台湾的故事。该展览从3月20号一直到6月2号，在台南文创园区，欢迎各界来体验专属于台南府城特别的历史背景。记者顾文吉台南报道。为了鼓励长辈从事艺术创作，三民区千岁里社区关怀据点以设计里徽为目标，带领长辈拍摄社区内的特色景物，再教长辈将这些景物描绘下来，转化为里徽图案。长辈们一步一步学习，都觉得好有趣。长辈拿着描图纸对照片里的景物描绘下来，这些照片都是长辈在社区巡礼时拍下来的。老师教长辈，只要觉得这些景物很特别，可以代表社区的，就把它描绘在描图纸上。最后经过大家讨论之后，将会成为里徽的图案。因为我喜欢石头，所以我画3颗石头。然后说老师说上面你喜欢吃寿司，你可以画在上面。古时代的时候就是这样子，老人家都在黄昏的时候
就在那边大家一起记得聊天讲故事，就是觉得银发族们就是很需要重新去看到这个世界，所以我从五感创作去做基底，然后让大家去感受生活及艺术、艺术及生活这一块。这些景物虽然能够代表千岁里，但老师说不能够直接将景物变成礼徽的图案，还需要将具象的景物转化为抽象的图案才行。有些图案的线条还需要再简化，加入一些趣味性，凸显其特色。彼此的观察当中，我们去凝聚对这个邻里的共识，到底它有什么是比较属于它的元素之后，然后到后面我们可能再从拼贴完的画作当中，大家发现哦，原来这么多花，哦，原来这么多河水的元素，那再去把它抽象化。我是想说，借由老师的创作，那我们有新的构想，那把它做出一个真正属于我们自己幸福千岁的礼徽。这项艺术创作课程是以生活艺术为出发，除了以绘画方式带领长辈设计礼徽之外，还有专属个人和代表千岁里的音乐创作。这项计划也获得一家企业的公益基金会的青睐，将在母亲节时进行成果发表会。从这个地方看到有人，那是可能有人声可以加进来这个音乐创作里面，或者是他看到了铁窗花，可能有铁。然后可能有怎样的打击，就是老师会去引导，从图像创作去做出礼徽跟做出音乐创作。那我们会去就是审查，就是这样一个计划，可能是会有轻盈共创，或者是说会有一些不同的活动来让长辈来参与。过后有几堂课是会有不同的艺术家的创作，然后就是借由长辈有打击乐器，然后属于拿比较环保的东西做创作。那我们会在5月13号有一个成果展。借由艺术创作，长辈用眼睛观察，用画笔描绘创作，也更认识里内的一景一物，以后也可以骄傲地跟别人说出自己的社区和别人不一样的特色。幸福千岁学堂在。记者黄冠维、雷长邦高雄报道。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徐曼珍，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再会。